我来关心，伫台中有一个少年家，今年已经21岁，不过要是还无报户口，嘛拢无读册。那像是去因老爸关伫厝里10多年，2月份因为甲因老爸冤家，全去因老爸赶出来。伊伫扣二纸的时阵，才去里长发现。目前社会局是已经先安置这个少年嘛有介入调查。那确认因老爸确实有涉及妨害自由等等的罪嫌，就会主动来告发。监视器翕到这看起来真瘦的查甫人，将回收的物件搬到回收场。当地里长表示，顶个月初8伫回收场拄到这少年家，才发现伊无报过户口。他说，因为没有办户口，所以他爸爸一直叫他待在房间里面，不要乱跑，因为乱跑的话会被警察抓走，所以他一直都在房间里面不敢出来。虽然他已经21岁了哈，但是他其实讲话啦或者动作，其实就跟大概10岁的小朋友是一样的。里长表示，这个少年人讲家己姓黄，会慢慢写出名字。啊，不过伊讲长久以来，爸爸将伊关伫厝内，甲外界无接触过。今年2月，甲爸爸冤家了后，被赶出来流落街路。伫回收场，互里长发现，社会局已经将伊紧闭安置，会进一步了解伊的背景，提供协助。那至少让这个民众在这段期间，在吃啊、住啊这个生活的基本的还安全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后续我们也会来积极的联系家属。台中市社会局表示，伫顶礼拜已经甲爸爸联络到，啊，不过爸爸无愿意配合提供相关的资讯，也咧调查这少年人的生活甲照顾情形。那调查确认，伊捌互爸爸限制自由，不断读册甲影响心情发展，除了照以小款法来处罚，也照刑法妨害有理法有罪主动告发。社会局可以把孩子从家里带离开，安置在社福机构，也可以对父母提出停止侵权的诉讼。如果是一个犯罪行为，社会局可以依法独立提出告诉。他可以申请在家自学，或者是上体制外的学校，但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受教育。原本表示，若爸母选择伫厝家己读册，影响在地县市教育局处提出申请，按国民剥夺囡仔受教权。社会局甲警方严格介入了解，爸爸是毋是有其他违法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